隨住全球經濟步入2026年第二季，投資環境變得更加複雜，宏觀動態轉變同不確定性升溫，正影響市場信心，但長期基本因素依然穩固。高油價喺第二季再次成為主要嘅宏觀阻力，進一步加大全球增長前景嘅下行壓力。相關影響仍然唔均衡。美國作為能源淨出口國，受能源成本上升嘅影響較少，而歐洲作為能源淨進口國就面臨較大壓力。中國雖然亦受高油價影響，但憑藉戰略儲備、能源替代同埋能源密集度下降，有助限制對經濟增長嘅拖累。高油價正令原本已經充滿挑戰嘅通脹背景變得更加複雜。短暫嘅價格飆升影響或者較為有限，但如果能源價格持續高企，將會推高通脹，而且減慢通脹回落嘅進程，會增加引發更廣泛第二輪效應嘅風險。因此，油價已成為決策者嘅重要制約因素，進一步強化審慎嘅貨幣政策立場。聯儲局嘅減息進程只係推遲，而唔係偏離軌道。喺之前放寬利率後，通脹長時間高於目標水平，令決策者目前對能源同關稅帶嚟嘅風險更為敏感。雖然勞動市場轉趨疲軟，仍然顯示利率最後會回歸中性水平，但減息仍然需要核心通脹放緩嘅明確證據支持。我哋預期聯儲局下一次減息或將延遲到9月或12月。喺全球嘅角度而言，政策路徑更趨鷹派，而且仲呈現唔對稱嘅情況。能源衝擊促使市場排除短期內減息嘅可能性，喺某啲情況下甚至反映咗加息預期。我哋嘅觀點則略為鴿派。鑑於歐洲央行以維持物價穩定為核心，而且職能相對聚焦，2026年或加息1至2次。儘管市場預期政策將會收緊，英倫銀行就較大機會維持利率不變。然而，預測嘅不確定性異常高。如果短期內出現解決方案，壓力或可緩解；但如果衝突持續，而且能源價格長期高企，或會促使主要央行採取更強硬嘅政策回應。人工智能帶動嘅升勢喺基本面上依然獲得支持，但投資取向變得更為選擇性。2月份嘅調整有助舒緩對估值嘅憂慮，並降低咗類似泡沫出現嘅風險。然而，隨住人工智能應用加速，市場分化正喺度加劇。當中具備穩健資產負債表、靈活商業模式同埋明確生產力增長路徑嘅企業，正逐步同表現落後者拉開差距。同時，持續嘅地緣政治風險同埋潛在嘅能源供應中斷，意味住呢個板塊可能會出現波動。隨住宏觀不確定性升溫，分散投資依然至關重要。喺行業層面，具備持久成長動力，或者受惠於人工智能節省成本嘅領域，包括製藥、國防同材料，喺增長放緩或政策衝擊加劇嘅時候，有助為投資組合提供緩衝。喺地域配置方面，非美國市場繼續提供分散投資效益，歐洲憑藉較低嘅科技股比重帶嚟平衡。但對能源嘅敏感性意味住配置上需要更審慎。亞洲結合咗更具吸引力嘅估值、政策支持以及人工智能相關動能，特別喺韓國同台灣，預期將繼續受惠於強勁嘅人工智能資本開支。而拉丁美洲儘管波動性較高，但憑藉關鍵礦產資源，仍展現出長期嘅結構性吸引力。整體而言，股票基本面仍具支撐力，但第二季嘅投資報酬可能呈現較為分化嘅走勢，較有利於跨產業、跨區域以及唔同商業模式嘅多元化配置，唔再集中喺單一嘅投資主題。全球債券市場
喺第二季出現顯著重新定價，收益率大幅上行，抵消咗年初嘅升幅。地緣政治局勢加劇，加上能源引發嘅通脹憂慮，促使投資者重新評估利率前景。自2月下旬以嚟，推動全球收益率上升。雖然呢種走勢具有廣泛性，但更反映咗政策預期嘅重新調整，而唔係通脹失控。喺通脹預期仍然受控，聯儲局具備高度公信力嘅情況下，美國收益率嘅升幅相對較為溫和。整體而言，由於固定收益回報對通脹風險同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嘅變化依然敏感，當前環境更傾向偏重優質資產嘅配置策略。